我哋而家大家都睇到，其實香港嗰個傳媒嗰個媒體嗰個市場都幾沉悶嘅，日日都係睇到特別我睇嘅，經常睇嘅就係油管 YouTube 啦，都係鋪天蓋地嘅，都係負面嘅新聞，都係坐響西方鬧香港嗰啲人。咁但係真係想發表一啲中立嘅有建設性意見嘅人唔係冇，但係佢哋好少能夠響即係話喺嗰個油管 YouTube 嗰度可以即係贏到流量或者係得到平台嗰個支持咯。所以其實你睇到油管係好難響油管，你係好難睇到中立嘅即係關心香港、支持香港同埋即係有即係俾建設性意見嗰啲視頻你響油管係睇唔到嘅。咁我問過好多嗰啲人，佢話因為只有你係響油管上，你只有係鬧中國政府同埋即係鬧香港嗰啲先有流量，其他嗰啲係冇流量。咁我就即係要質疑呢個油管即係 YouTube 呢個平台到底係咩？係嗰個資金來源同佢個呢個油管個目的係乜嘢啦？咁其實如果淨係為咗流量，咁油管都知道支持香港、支持中國政府嘅人更加多啦。點解佢唔即係唔俾呢啲中肯嘅中間人士支持政府支持香港嗰啲人嗰啲視頻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我發表一啲有建設性嘅意見同埋比較中立嗰啲嗰啲意見嗰啲關於香港嘅視頻油管係一係就阻撓啦，一係就係即係唔俾流量你，就係為零。因為我都發過好多唔同，我響油管都發過好多唔同嘅視頻，所以我知道油管係有心係專門係壓制即係對於香港係中立同埋即係有建設性意見嗰啲咁樣嘅視頻，油管係唔支持嘅。好明顯直接係壓制嘅，所以香港都幾麻煩，因為大多數嘅人都係響睇油管嘅，響海外包括香港。香港佢哋話香港冇言論自由，但係其實喺香港你係可以睇到世界上所有嘅媒體嘅，包括油管X 嗰啲所有嘅，冇一樣平台喺香港係睇唔到、用唔到嘅 Facebook 嗰啲。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油管佢係唔批准嗰啲內容，你喺香港係就睇唔到。所以你而家衝上香港嘅都係一啲負面嘅，對於香港負面嘅新聞，特別係坐喺西方鬧香港嗰啲新聞，佢淨係鬧香港，但係佢係冇俾出任何建議同埋意見嘅，甚至乎咧係叫啲香港市民唔好去參加議會選舉投票，所以係